任何嘅嗌交咧，都只係會傷害我哋之間嘅感情。一嗌交，大家一火起，第一時間諗到咧就係一啲攻擊對方嘅說話。呢啲咧就係會傷害到個感情嘅嘢，會形成一啲烙印。呢啲烙印咧係永遠唔能夠磨滅嘅，尤其是一啲叫負面說話、傷害性嘅說話。大家嬲嗰陣，冷靜少少，盡量係去解決件事，唔好揾方法而傷害對方。遇到啲問題，其實你唔使俾任何意見，淨係聆聽都已經好足夠嘅。尤其是有咗小朋友，其實好多時夫婦咧都會為咗小朋友而大家嗌交嘅，實會存在嘅事嚟嘅。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，實會有啲出入嘅。最緊要大家就係喺呢個樽頸位嘅時候，點樣去聆聽對方，點樣去理解對方，點樣去包容對方，而希望中間可以揾到一個雙方都能夠接受嘅方案出嚟。如果夫妻之間唔開心，屋企嘅愛就少咗，咁大家嘅負面情緒啊，一啲唔好嘅嘢反而會衍生咗出嚟。夫妻之間嘅感情維繫得好，屋企先至有愛，有愛，小朋友先至可以受惠到喺愛嘅環境之下去長大。